续关心新光金控的前董事长吴东进，真正是互金管会查出哪亲像涉嫌违法，检调嘛怀疑讲新光人寿投资的新光杰士保有违法的可能性，所以专案已经移送检方的侦办。新北地检署复审了后，已经互吴东进以1亿交保。接待很特别，是它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有尊贵班的专人接待，另外一种就是自助 check-in。各顶级、各专业的酒店式管理服务，包括游泳酒店、连金吧和餐厅等等多元的设施。这是新光人寿正正伫新邦特区打造的吉士堡游泳园区。不过，即摆所传出伫起厝规划的过程，互人检举涉嫌工程经费灌水的弊案。新光警政党组吴东进12以被告身份，互检调约谈。去年新光病院第2医疗大楼的开工动土典礼，正当中吴东进阁正请人来参加活动。今年4月阁定出江湖，接集团旗下大台北家私的董事长，但是为了要坐好小，就表出新光人寿投资新光吉士堡，技术涉及不法的弊案，互检方来敲催。新北检调是指挥调查局分正侪路来敲催18个所在，包括总公司吉士堡和吴东进的徛家和新光保险大楼等等所在，目前是有16个人互约谈。因为这个案件目前是检调侦查中啦，啊，我想我们就不做评论。根据地检人士讲，新光金控旗下的新光人寿会红头吹，意思是和新光新邦吉士堡有关系。新光金嘛发布同信回应讲，依法配合敲吹的调查定数，对公司是无财务影响，即摆的敲吹和公司的营运无关系。金管会讲，检调当地侦查无方便加评论。新北检调目前是还未对外来做出回应，真相阁要等司法调查了后，才会当对外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